可惜不太适合前女友。石墨，我已经向你道歉了，你不要太过分。我过分吗？我过分吗？不过分。我来是想请你参加我今天的 party。毕竟这枚戒指对于我们来说，也是有着很深刻的意义的，所以还请郑大小姐能够赏脸。对了，说不定今天我还能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。走。又搞砸了，我的郑宝珠！哟，这怎么了？被打劫了？发布会上摔了一跤，把脑袋给摔破了。听着，韩毅，我必须在今天晚上找到郑宝珠，否则我还不如被打劫了。所以你一定要帮我。帮忙倒好说，一口价3000块。只要搞定了郑宝珠，别说3000块，就是3万块，那也是信手拈来啊！听说郑宝珠最近在找前男友复合，只要你能搞定郑宝珠这一单生意，成功的打入上流社会，把你的爱情业务拓展到那一个领域，那简直了！你还在这开什么破网店？连锁店咔咔开起来！到那时，等着啊。老板，你终于回来了。金秘书迟墨的心腹，迟氏集团总裁助理。怎么了？这有几份重要的文件需要您签字，而且今天下午约了几个非常重要的客户，您必须得现在过去，要不然就来不及了。老板，金秘书啊，人生得意须尽欢。你是不是很久没谈男朋友了？今天下午把握好机会啊！哎，老板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来，秦秘书，给我吧。哦，谢谢。宋总助，你有没有觉得老板今天有点儿那个？哪个？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总之就是怪怪的。石总，要不别做了，都凌晨了。你什么时候看我拒绝过工作？东西放下，出去。可能是因为郑浩姐回来了吧，石墨这么多年都很压抑，也是时候释放自己了。迟墨不是今天刚刚拍下了一颗天价陨石钻戒吗？今天下午他会在自己的别墅里召开一个庆功舞会，他还邀请了自己的前女友郑宝珠。据小道消息，有人说他们今天可能会复合，所以很多的狗仔都已经闻风而动了。那我们还能等什么？还不赶紧去！我们还差2张入场券。韩毅，入场券呢？这就是入场券。
韩毅，我们这样真的行吗？万一待会儿被人赶出来，岂不是很没有面子啊？这话说的好像你本来很有面子的。她就是迟墨的前女友啊，郑氏集团的千金郑宝珠，长得很一般嘛，真不知道当初迟墨怎么能看上她呢？就是，听说当初迟墨对他一片痴心，死心塌地的。可惜呀，他见人家家道中落，就一脚把人踹开，现在又主动贴回来，脸皮也是够厚的。还有这人，哎，我去追他了，你在这里盯住啊，盯住。郑小姐，郑小姐，郑小姐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别说我！郑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好聪明！有没有摔倒啊？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再不起来可就走光了啊！各位，今天我开舞会的目的，主要是为了庆祝我拍回我们迟家的祖传羽饰戒指。这枚戒指对于我来说有着深刻的意义，因为它是我跟我前女友的定情信物，也是一段难以忘却的回忆。所以，我一定要拍回这枚羽饰戒指，让我的前女友白跑一趟。迟墨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说过会给你一个惊喜的，怎么样？刺不刺激啊？如今郑小姐想投怀送抱，我可未必答应。哎，郑小姐，破戒指，还你！